用有形的教育轉化無形的心念，用無形的精神啟發力量，展現於有形的行動上。再好的機會福報，如不能把握因緣，一樣會流走。要做個受歡迎、被愛的人，必須先照顧好自己的聲和色、面容動作、言談舉止，都是在日常生活中修養忍辱得來。真正的快樂是施捨後的那份清靜、安慰與喜悅。人生的地位和名利都是虛假的，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健康的身體。命要自己用堅定的願心和恆心去轉化。內隨願，外隨緣，才能自在如願。以親子之心教導學生，付出無限的關懷與愛心。教育不要只停留在知識的言教，除身教外，最重要是心教。愛不是要求對方，而是由自身的付出、無條件的奉獻，做到事事圓滿。污穢的淤泥裏也產生青蓮，荊棘叢中也生百合花。不要怕人家說你傻，要擔心人家說你太聰明。太聰明就是狡猾。人不能忘形，更不能喪志，寧願被毀滅，不願被擊敗。路是人走出來的，千里之遙始於初步。人人若能彼此溝通，就能相安無事。假如多心猜疑，即成是非。自己害自己，莫過於亂發脾氣。說話講得恰到好處，多一句少一句都不行。越能忍受艱難的花，越能有甜蜜的果。寧做一個盡力做事而被批評的人，也不要做一個不做事只會批評的人。用菩薩的智慧教育我們的孩子，用媽媽的愛心愛我們的學生。世間的海可以填平，但是人的鼻下橫，小小的一個嘴巴，卻永遠填不滿。要想改造世界適合自己是過分要求，如我們不能稱心，或許可以知足。能忍而不計較，則再大的困難也能克服。知識要用心體會，才能變成自己的智慧。憤怒能剝奪一個人的洞察力及忍耐力，惹起一切的罪惡，
吞服一切後果，像猛火一樣的毀滅一個玩火的人。凡夫有兩個大煩惱：做好事怕別人不知道，做壞事怕別人知道。有多少力量就做多少事，不要心存等待，等待才會落空。付出愛心後，要懂得感恩，懂得縮小自己。愛心是每個人都有的，只是在觀念的開啟。不管怎麼樣，明天又是新的一天。一個人只要有意志力，就能超越他的環境。黑夜無論怎樣悠長，白晝總會到來。一個不能緩和憤怒之火的人，會喪失他所有的名譽。要用心、細心，不要操心、煩心。歡喜心是一種涵養，能令周圍的人都有如沐春風的喜悅感。任何挫折困難，對有志學習的人而言，正是磨練的好機會。命運總是不如人願，但往往是在無數的痛苦中，在重重的矛盾和艱辛中，才使人成熟起來。沒有人對你說不的時候，你是長不大的。再不愛吃的東西，也要吃完；再不愛聽的話，也要聽完。忘功不忘過，忘怨不忘因。起步了就要往前走，不怕慢，只怕站。一個缺口的杯子，如果換一個角度看它，它仍然是圓的。